为了要应对中国扰乱无时停，咱今年的汉光电脑兵棋推演，为用过的5天4暝增加到8天7暝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，延长推演来检验咱对抗普色地带能力。另外，中国军事费用是大大增加，两岸战力愈差愈济。邱国正表示，国军袂甲中国比较军备，国防的投资要考虑到敌情甲国力。嘛强调讲，军售案拢有照进度咧行。中共扰台拢无停，国防部悄悄发布，查到强机8台，也佫有其中一只直升机飞到东部空域，5只强舰出现伫台海，国军严面伫监控应处。针对中共加强无明确的所在冲突，国军今年汉光40号电脑兵演，为较早的5天4暝增加到8天7暝，就是要验证对无明确所在的应处能力。目前规划5月要举行，不过立委是关心兵演延长是不是甲赖清德要就任总统，国军对新政府无信心的。我们对未来的赖总统面临的两岸情势是没有信心的。我跟委员报告。看完有些时间长短跟内容的科目界定啊，一定有原因。这个灰色地带这个处理啊，还有更加具体，假如友军一旦面到什么状况，由我们如何来协助应对。针对美方当年派员观摩汉光演习，邱国正表示，国军真侪项武器装备拢参考美军。国讲台美关系密切，美军虽然无伫台湾有部队驻守，不过当年拢会来台湾协训，次数拢有增加。今年基2亿，未来往来接受美军协训，对中共军费今年成长7.2%，引起区域国家的紧张。不过国军面临美军军售延误，恐惊会造成双方的战力会差搁较济。邱国正是讲，国军绝对无要做军备竞赛。敌大我小，敌强我弱，这不争的事实。光看这个人员、武器装备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但我们要强化我们自己，不管是训练，目前进展的，我讲真话都还算蛮顺利的。两岸情势紧张，尤其金厦水系争议，中共加强执法，海警船伫台湾东部外海出入。邱国正坦白讲，无路径，犯了处理无适当会拍起来。军方昨天来讲的话，这已经濒临这状，但并没有变呢。两岸的状况是很严峻的，我们已经停掉的。面对中共伫无明确所在行动侵扰，国军已经修改第1届规定，若是航空海航实体超过规矩，就会犯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